台北市环保局传出一个员工伫楼顶摔落去死亡，家属控诉死者伫咧工课遇到困难，煞无人要甲斗相共，压力大才会行地路。法国有一个汽车经销商伫咧停车场12架特斯拉的电动车半暝，互人放火烧掉。目前认定是要表达对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不满。美国有一间生物科技公司讲，利用基因工程将绝种的长毛象基因放伫咧鸟鼠的体内，互鸟鼠发长毛，还佫会当囤脂肪来冻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美国总统 Trump 发表伊第2任期的头一届国会演说，以复兴美国梦做主题，宣扬伊上任6礼拜以来政绩，包含讲到大事业家马斯克带领的政府效率部裁员、提减无必要的支出、减少债务，也强调就是伊推动关税政策，促成台积电扩大伫咧美国投资市场，佮讲美国会打造出全世界上强的晶片。另外，川普也表示讲，有收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批信，讲要搁再展开谈判，互乌克兰和平。美国总统川普这场国会演说，讲甲乐长讲1点钟40分钟，创下参众两院连续会期演讲上久的纪录。America is back. 这场演说以复兴美国梦做主题，也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届伫国会演说，无算是正式的国政资文。伫川普讲起伊旧年大选得票情形的时，大卡德州民主党的众议员艾格林一直摕管影对川普呛声，地区众议院长强森下令家赶出场。Members are directed to uphold and maintain decorum in the House. 川普伫演说当中指出，伊甘那至43天的政绩，就已经超过某一个人的4年啊8年。佮批评拜登是美国史上上害的总统，也强调这是伊第5届伫国会演说。不过民主党的人将其话是用抵制的态度，互伊真失望。And thes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will not clap, will not stand, and certainly will not cheer for these astronomical achievements. They won't do it, no matter what. Five times I've been up here. It's very sad, and it just shouldn't be this way. 川普初时演说包含移民政策、旧经济、关税政策、国防甲农业等等。伊也感谢马斯克带领的政府效率部门，为政府列出数千亿美金的诈欺行为。也来讲到科技业的时，川普强调美国已经收到总额大约1.7兆美金的投资，这拢是伊强硬关税政策的功劳，其中包含台积电的1650亿美金。And just yesterday, Taiwan Semiconducto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97% of the market, announced a $165 billion investment to build the most powerful chips on earth right here in the USA. 那俄乌战争，川普强调，罗西亚明显想要治和平，而且伊也收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批信，准备好买和谈。Earlier today, I received an important letter from President Zelensky of Ukraine. The letter reads, Ukraine is ready to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bring lasting peace closer. 另外，川普也宣布美国要起造船厂，搁再强调要把巴拿马运河替转来，也欢迎吉林兰加入美国。演说的最后，川普强调讲，美国的黄金时代才刚要开始。公司新闻，敬愿强朋友。台积电宣布要扩大伫咧美国投资市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政府放互台积电去面对贸易战，互美国得到晶片的生产技术甲人才。因为总统赖清德强调，会伫咧互非常赢的原则之下，稳固台湾伫咧高科技产业的关键地位。也讲到一寡批评无必要，咱台湾无迄个本钱，家己不分裂。高雄市府环保局初5召开台积电扩大起高雄 PCP 厂环评大会，落尾审查通过，后续会使开始执行相关的起厂程序。对外界烦恼讲台积电开1000亿美金投资美国，就惊影响到高雄厂的计划。对此，台积电表示，目前伫台湾的投资计划未改变。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讲，未烦恼台积电变做美积电。那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怎么样美国伟大，台湾也伟大，创造双赢啊！这个就是我们外交上面那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可是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把它讲成说是好像我们这个台积电被美积电啊。那我想台积电他们应该也会对外有所说明，怎么样能够技术深耕台湾，产线布局全球。
林佳龙表示，川普的外交风格就是美国优先，也若台美的共同利益大，会使创造双赢。也呼吁即阵若亲中义美，颠倒是无明理。不过，国民党反问总统赖清德，美国得到生产技术加人才了后，台湾是摕到啥？台湾失去了生产基地，台湾失去了研发中心。更严重的是，有多少重要的人才即将赴美？政府为什么没有站在前面，躲在后面，让台积电自己去面对这样的风口浪尖？今日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党内中常会重新强调，台湾各界拢咧看川普新政，这种团队绝对会伫互惠双赢的关键之下，互台湾伫全球高科技产业真重要的关键地位徛好在。我们审慎拟定对策，端出产业以及财经方案，按部就班，做好最妥适的安排。对于某一些无谓的批评，我必须重申：面对变局，台湾没有分裂的本钱，特别在于国防、外交、国际经贸事务更是如此。劳动部也表示，在这个未来对台湾的投资计划未受影响，代表本国的劳动市场都未有人才流失的问题，也会创造就业机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投县信义乡公所甲乡大会小连续逼出贪污，那乡大会主席李国元利用工程甲厂商收口米赏。检方伫咧调查过程当中，也查出信义乡长专制间涉案的嫌疑重大，当庭来甲伊逮捕羁押禁见。洪泰来，南投信义乡乡长专制间带领公所的人员去山区勘灾，不过即马所传出因哪像食钱。台中地检署去年11月份侦办信义乡大会主席李国元涉嫌利用公所办采购工程对价预算的期间，甲厂商收口米赏。检方阁查到信义乡长专制间嘛涉案，要求伊到案说明。结果核实了后，认定专制间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当场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现在比较急迫是上面的土石堆在那边，担心这个小的烟塞。信义乡最近这2年传出几啊件食钱的案件，之前公所的秘书吴金良，甲清理车路、积沙等等278件的工程发包予家己的公司，获利285万。还有一个细料的技师，办采购煞收乌西钱，拢互起诉。乡大会主席李国元利用工程甲厂商收口米赏，即嘛要在押。乡长专制间即嘛因为涉嫌食钱嫌疑重大，去检方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地方制度法大概82条有规定，如果被羁押的话，就要停止他的职务，县府就会指派适当人员来去担任代理乡长。南投县府强调讲，信义乡长互羁押禁见了后，会以地方制度法停止伊的职务，而且派人做代理乡长，一切听候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环保局传出有一个员工对引导的楼顶摔落去，不幸死亡。家属控诉，因为年初死者的职务调整了后，新的工课遇到困难，所以拢无人要甲伊斗3工，压力上大才会来行底路。那环保局表示，这个死者调整职务了后，因拢有甲关怀，到昨为止拢阁真正常，因嘛感觉真遗憾，等咧调查死者敢有受到霸凌。他真的很害怕失业。他很害怕，又很想做好这份工作，可是又无能为力，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原谅这些人。心爱的亲人过身去，家属真愤慨，以悲伤的心情出现伫殡仪馆上演，控诉小弟工作上面对真大压力，找同事斗3工，煞外来工课场的冷暴力，才会死心兼断念。伫初5透早，行底路对新北路州的徛家跳楼。之前还好好的，就是最近因为换了这个工作，然后衔接上面没有人教，班长也不会，然后问这个也不太愿意理，这个也是推脱，还在背后。死者在生伫台北市环保局食头路，已经做至少10多年。本来是担任驾驶，因为健康的问题，今年转调来勤。不过，伊的家属指控讲，工作的交接无落实，伫新的工课拄到困难，找同事甲主管协助，煞无结果，压力互伊喘袂过气，心脏搁手颤，但发生啤酒，敢若希望真相会当查明。这一阵子因
为交接的问题，所以让他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适应。但我们同仁都有尽力的去协助他，可是他并没有提到有任何霸凌的状态。他平常跟同事相处也都是 OK 的。台北市环保局回应讲，死者伫北投区清洁队工作，调整设定的职务了后，有继续关怀，一直到初三的表现拢真正常，无反映过问题，活动也无奇怪。对事件发生表示遗憾，已经动手调查，敢有涉嫌到工课场的霸凌，佮有专案详细的死因，有关爱等待检警调查厘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内外还有啥物大消息？咱来关心，家己顶个月底有一个5个月大的婴仔，去互年某带转去厝里照顾，熊死亡。经过上验认定，这囡仔无外伤，应该毋是虐待。不过家长怀疑是年某有疏失，这害囡仔过身，也呼吁政府应该强制托育场所拢爱装监视器，出代志才会当来追查真相。目前国内事后避孕药属于处方药，需要经过医师开药单。不过有立委甲妇女团体就呼吁，要改做指示用药，开放予查某人有需要去药局家己买，确保生育自主权，也有用药的权益。是药师明仔载嘛要招各方的代表来开会讨论。去年新加坡因为诈骗造成的损失超过267亿台币，比前一档增加7成。为着要反制诈骗，新加坡的议员就提出要下动手，针对诈骗情节重大者要动用鞭刑。新加坡的内政部长也表示认同。咱继续来关心到国际消息，电动车品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带领政府效率部大裁员，引起美国各地发起抵制特斯拉行动。另外，也因为马斯克支持欧洲的极右派，佮批评多元价值等等，冲击到特斯拉伫咧德国甲法国的销量。甚至法国有一个汽车经销商，12架特斯拉电动车互人放火烧掉，目前认定是要表达对马斯克的不满。汽车经销商的停车场中有几多台特斯拉用绿色布围起来，我近甲看有一挂车已经烧到只剩车体倾架。法国南部城市图卢斯当地星期二深夜发生12台特斯拉汽车互人放火，其中8台车互烧毁，另外4台车严重受损。Dans la nuit donc de dimanche à lundi, aujourd'hui, aux alentours de 3 heures du matin, il y a eu un incendie qui s'est déclaré donc sur une concession Tesla. Donc il y a eu plusieurs départs de feu, donc on se doute que c'est criminel. 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表示，现场证据显示，或者毋是意外，其实是不满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针对行为。因为过去几礼拜，马斯克甲美国总统川普往来密切，公开表态支持欧洲极右派政党，伊阁批评多元化的价值观。欧洲各国已经发生几多件针对特斯拉的攻击行动。到时阵，伫今年正月，特斯拉伫德国甲法国的销售量，拢比去年同期减少一半。除了海外反弹行动，马斯克领导美国政府效率部了后，减少联邦政府支出，大量开除职员，让美国出现低济声音，拒绝买特斯拉电动车，而且伫各地发起50州50场抗议活动，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I feel like we're so much more vulnerable in the past. I mean, he's done so much damage.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take us to get out of this mess? 伫美国总统川普就任6礼拜了后，路透一普所上升的民调显示，有过半的民众不满意川普伫经济外交，还有打击贪腐等等领域的表现。在国内经济部分，有达到54%民众不满意民生生活开销的问题，只有31%民众满意。不过对比2月下旬的民调是减少3%。另外，在国际贸易部分，有51%民众不满意，满意的民众占36%。Cost of living, inflation, all of these sort of things that go together into just how hard it is to earn your living definitely have traditionally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presidential approval. 另外，川普的外交政策大大改变，甲其他国家的关系，有52%民众因此不满。而对于缩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大量开除数万名的公务员，有57%民众反对，40%是支持的。其中一半的人认为，马斯克执行的删减政府开支计划做到是过头。虽然川普暂时的施政满意度只有44%，不过嘛比前总统拜登执政后期更较悬。国际新闻电视台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发声讲要甲巴拿马运河收倒转来，佮批评港口去互中国控制。经过施压，即马香港好野人的港口公司是宣布以7500亿台票的计数，将港口公司的8成股份，包含巴拿马运河头尾2个港口的经营权，拢卖予美国的资产管理集团。My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claiming the Panama Canal, and we've already started doing it.
香港的大好业人李嘉诚创立的长江科技事业，初时宣布甲旗下港口集团80%的股份，以7500亿的代票计价，卖予美国资产管理集团贝莱德控制的一间公司，其中也包含巴拿马运河的2个港口。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巴拿马政府，不过运河头尾2个港口是由长江科技港口集团得到特许的经营权。不过未来贝莱德会得到2个港口90%的权益，等于是向港企业完全退出。详细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川普上任以来，真侪届呛声讲要甲巴拿马运河退回来，佮指控运河是由中国阿兵哥经营。China's involved with the Panama Canal. They won't be for long. And that's the way it has to be. 李嘉诚甲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受到关注，不过并无实际证据显示伊本人也是长江科技事业甲中国政府有直接关联。长江科技事业也表示，这届交易会当带来真惊人的收入，这完全只是商业考虑，甲政治议题无关系。巴拿马运河伫重要的运输关口，连接大西洋甲太平洋，每一年有14000只的船只通过，占全球6%的运输量。也因为运河特殊的战略地位，可以伫川普上台了后，成做全球注意的所在。公司新闻又派准朋友。阿拉伯各国的领袖召开紧急峰会，决议要采取埃及提出的530亿加沙重建计划。除了巴勒斯坦人唔免向经济牵起其他国家，也要让哈马斯来参与战后的执政。因为以色列是强烈批评，讲这计划完全无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至少有29个加沙破病的囡仔，第一测试，和世卫组织送去约旦，再搁去首都安曼治疗。这是对加沙走廊停火以来，世卫和约旦第一摆的医疗合作。约旦承诺讲，会较紧来接收对加沙来的2000个囡仔患者。同一天，埃及和阿拉伯各国的领袖在开罗开紧急峰会，讨论加沙重建的方案，而且采用埃及制定的5年530亿美金的计划，除了保证这240万加沙的居民会当留伫家己的土地，嘛会摆渡予哈马斯参加战后的执政。يشير البيان أيضا إلى دعوة مجلس الأمن لنشر قوات دولية لحفظ السلام في الضفة والقطاع، وهذا يمثل تحرك مهم. حفظ سلام وحماية. Erdogan stands ready to fully cooperate in this endeavor. 阿拉伯峰会决议受到以色列伫社群平台真严格的批评，强调埃及的重建计划过时阁无够实在，完全无讲到哈马斯因残忍的恐怖攻击造成9000个以色列的人民死亡，上百个人互绑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顶都是公开来听对川普讲的，要甲加沙走廊改头换面，变作中东的纳色海岸，就敢若 AI 生成的影片，伫街仔都有川普的金色雕像，大楼叫做川普加沙，而且要甲当地巴勒斯坦人将这安置伫埃及也是约旦顶国。对川普的影片，加沙的人民是出现2种声，有民众是表达不满，但是嘛有民众感觉讲，安尼有可能就会当离开战争。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来看美国有一间生物科技公司，讲利用基因工程，将已经制种的长毛象基因放伫咧鸟鼠的体内，互鸟鼠发长毛，佮有囤脂肪，会当来冻寒。也无敢有法度进一步互长毛象搁再出现伫咧地球。科学家认为目前无可能，而且也面临着破坏性太平衡的争议。画面内底即几只鸟鼠，毛毋但发了真乌，嘛发了真长。这并不是虾米新的产物。这是美国德州一间生物科技的业者，利用基因工程，把已经断种的长毛象，把伊的基因种去普通鸟鼠的 DNA 顶悬，或者鸟鼠毛会当发较遮长。长毛象存活伫咧地球的冰河时代，主要分布伫北半球纬度较悬的所在，包括欧洲、西伯利亚、甲北美洲的北部，一直到北极圈。因断种的时间差不多离即马是4000年前。因为这个所在真寒，目前所发现的长毛象的骨头甲尸体，真侪拢保存了真完整，有的放伫咧博物馆做标本，甚至有的伫咧拍卖会，予以真悬的介绍收藏。生物科技业者指出，长毛象会当伫咧遮尔啊寒的气候生存，这款的特性，敢有法度伫咧现代生物分数顶阁出现，是因拍拼的目标。Asian elephants are closer genetically to mammoths than Asian elephants are to African elephants, which that sometimes blows people's minds. But so what we are working on is to use a lot of ancient DNA, computational analysis, advanced editing tools, and advanced embryology to bring back those lost genes, engineer them into their closest living relatives, so that we get functional de-extinction, right? It's not possible to clone an extinct species. It is possible to do functional de-extinction. 研究团队找到的基因，除了会当互长毛象的毛发了真乌，
这个基因的功能，还佫包括身体欠体油，甲寒带动物代谢的机制。不过，类似气味在相关的研究一直充满争议。批评者主要的论点认为讲，现有的生态体系是由目前各种的生物组成的。若是互几啊千年前都已经断种的生物佫活起来，重新加入即卖的生态系，百面会破坏现处时的生态平衡，对环境来讲无一定是好代志。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印度教内底枪有真重要的地位，伫因的节庆游行当中，嘛定定会当看到枪。也毋过因为不当对待枪的问题，毋若受到动保团体批评，甚至也有枪伫咧游行的时阵失控去伤害到人的事故发生。所以即阵就描述改做用机器枪创造双赢。大大耳孔下无停，目睭还佫一直转，这毋是真正的枪，是印度一间新标上新引进的机械模型，由玻璃纤维甲树龄做的。假仿的像真的枪出现，为动物甲人类创造双赢。枪伫印度教有特殊的地位，互看作是枪头神的化身，有智慧、神圣的象征，代表意思。伫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搁较有真侪神庙专门饲枪。伫宗教节庆的时，为枪满珠宝甲汇款，伫大街游行。目前全印度有人饲的枪大约有2700只，也毋过这也引起动保团体批评。因表示庙方饲枪的条件普遍无好，用铁链限制活动范围，搁用拍卖方式训练，互因心理压力受大。ലൈവ് എലിഫൻസ് ജീവനുള്ള ആനയെ കേരളാവിലെ ടെമ്പിൾസിൽ കാര്യமாக ടോർച്ചർ പണി വൂൺസെല്ലുള്ള നേരത്തിൽ എഴുന്നള്ളിച്ച് അത് ആനകൾ നിരവധി സ്ഥലത്തിലെ ആളുകളെ ആക്രമിക്കുന്നത് ആനകൾ തമ്മിൽ അടികൂടുന്നത് അത് ആനകൾക്കും നല്ലതല്ല ആളുകൾക്കും നല്ലതല്ല。另外，枪有时阵较无好控制，敢若伫今年2月，就有9只枪失控，造成5个人死亡。因为游行人真侪，加上成功刺激，枪感受压力，最后失控拔枪攻击民众，造成悲剧。所以，动保团体建议使用模型取代。伫去年相关一只机械枪予庙方，希望因下当毋免搁饲野生动物。庙方甲信徒拢表示，改造机械模型了后，感觉搁较安全。We are not bothered about the cost and all. We are actually bothered about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our devotees. മറ്റു രീതിയിൽ സാധാരണ ഒറിജിനൽ ആനകളാവുമ്പോൾ എപ്പോഴും നമ്മുടെ ഉള്ളിലൊരു ഭയം ഉണ്ടാകും. എങ്ങനെയാണ് എന്താണ് എപ്പോഴാണ് ഇതിൻ്റെ സ്വഭാവം മാറുക എന്നൊന്നും നമുക്ക് പറയാൻ കഴിയില്ലല്ലോ. അപ്പം അങ്ങനെയുള്ള ഒരു പ്രശ്നമുണ്ട്. പക്ഷേ ഇങ്ങനത്തെ റോബോട്ട് ആനകളാകുമ്പോൾ നമുക്ക് വളരെ ശാന്തമായി ഉത്സവാഘോഷങ്ങൾ നടത്താനും മറ്റുള്ള ആളുകൾക്കൊക്കെ അതിൽ ഭംഗിയായിട്ട് പങ്കെടുക്കാനും ഒക്കെ സാധിക്കും എന്നുള്ളതിൻ്റെ ഒരു പ്രത്യേകതയാണ്. 真侪新庙城镇最近几年事故定团，互因对于枪的气流感觉为难。机械枪的出现，拄啊好，互因会当维护宗教传统，佮毋免烦恼安全甲动保问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最近天气侪变化，提醒观众朋友要加套衫、扎雨伞。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